台南市台湾雕的面积超过800公顷，可以讲是全国台湾雕养殖上大的产区。一年的产量大约是26000吨。过去大部分拢是做外销，现在面对美国的高关税，市府农业局为避免台湾雕的产业受到冲击，现在嘛将扩大国内的通路，举办大型的使用团体行销，甲入品尝。台湾雕这次会比较说被瞩目的原因，是因为我们的出美国的那个台湾雕的部分的占了美国部分的22%，可是占了我们台湾雕业者的大概那个90%左右。那也就是说，这个好不容易这几年开拓了市场，那因为一个关税的问题，其实我们怕说我们的业者的辛苦那个受到一些挑战。那当然，或许就是说你会想中国大陆的课税可能比我们更高，所以呢，我们可能比较有竞争优势。可是我还是觉得说，国内对于台湾雕的业者还是有一些支持的做法。当然，我们希望说，跟业者一样，不要去被人家洗产地，因为中国大陆的税比较高一点嘛。那我们希望我们本土生产业者有良好的竞争力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外销的部分呢，希望说透过各个食品展的部分，邀请业者去做参展。第二个比较紧急需求是国内的部分，国内的部分当然就是说扩大食用的一个方向。那扩大食用方向呢，大概不管说以后未来透过百货公司的通路，或是透过我们一些那个食材多元的推广，再加上甚至我们可以透过那几个比较大型在食用的一个团体，比如说台南市政府所属学校的一些营养午餐，所以我们也办了3场营养午餐的一个品尝会，会分割在西北、西南跟市区。那也还有一个每天有10万人上班的南科管理局那边，我们也跟南科管理局谈好了，说，是不是我们也做个品尝会，让团餐业者来鼓励用台湾雕的饰品。除了举办大型的行销品尝以外，另外农业局嘛推出台湾雕的料理菜单，邀请到南营养殖协会、渔产运销公司等业者早来各自生产的台湾雕的产品展示。不管是规模的台湾雕、切片，或者是蒲烧的台湾雕等相关的产品，拢会伫农业局的官网来公布，欢迎民众做伙来品尝在地优质的台湾雕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